我们来做侍奉的同心祷告，预备心的祷告。咱侍奉的同工做伙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伫这个分别最圣的礼拜日，阮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都来到伫主你的圣殿，这就是阮属灵的厝。伫你的家内，我们领受天父上帝你对天顶的听。所以，阮今仔日真特别。有几下个伫云端的会友，因对北部都来到伫阮中间，对三峡、对南港，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也照顾，互阮会当伫你的慈爱中间，无分国度、无分所在，上帝你的恩典就降临伫阮的中间。主，阮将今仔日事务会当交伫你的手中，特别将今仔日的事会交伫你的手，求上帝你的圣神将你的权能放伫伊的喙，互伊所攻读的圣经。会当亲像日时的光，照伫阮的生命中。由你通过圣歌对所念的诗歌，会当正对耶稣基督对阮的陪伴以马内利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赐他们惠安，互阮所有的侍奉的同工，拢会通伫上帝你的圣神的内底来做欢迎，建立进入圣殿的阮的兄弟姊妹。进到这个圣殿就领受上帝你家己备办的祝福。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，愿你的圣神降临伫阮中间，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，平安。咱做伙来学乐敬拜上帝。耶稣因你生命，阮来敬拜，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。生命，阮来敬拜，耶
时刻将我挽牢，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，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。上帝在希伯来书曾说：“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”上帝的爱不离不弃，担当着我们的忧患，背负着我们的痛苦，时时刻刻陪伴做我们的依靠。他必永远纪念与我们所立的约，使我们领受丰盛的恩典。让我们再唱一次：你的爱不离不弃。没有一个忧患，耶稣不能担当；没有一个痛苦，耶稣不能背负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你而来，满有丰盛的自由，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怜悯怒江河永流，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，使我的父辈满意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时刻将我挽牢，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，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怜悯怒江河永流，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，使我的父辈满意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时刻将我挽牢，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，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。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难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因你的圣名在这敬拜。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”求主你用你的手扶持着我们走未来的每一个道路，每一步都是有你的恩典之路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我的心静静，全部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圣诗第27首，圣诗27首，上帝做阮代代的帮赞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徛咧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诸山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玛利亚出世，伫本流伯罗罗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。他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
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三角来启应启文25篇，启应文25篇，诗篇121篇。我要举望望山，我的帮站对倒落来，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。伊是创造天地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蛇，保守你的脚脚无拄面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。摇花伫你的正边，做你的阴影。日是太阳无伤你，伊是鬼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你即时到永远。阿门。阿是咱用圣诗456首，圣诗456首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请咱坐咧吟全首。三个来祈祷，听完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伫一礼拜中，你有保守阮、扶持阮，
互阮平安的经过。伫你圣的主日，过来个圣殿敬拜，阮心有大大的满足。检在阮身躯上有破病，有主你的扶持，阮无得头艰苦；有主你的扶持，互阮无骹无摇纸。感谢阮的心有软弱，求主你搁再大大的充满阮。你的话语，互阮会当了解讲主你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心。检在阮心还佫有软正，求主你扶持阮，互阮有病痛的身躯会当勇壮，会当甲主你的面前来敬拜，是何等的幸福。但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免。剩外堆。
是咱恭喜上帝记载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，你无得惊，你无得惊吓，因为我甲你三角伫咧；无得忍耐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我的确坚固你，我的确帮助你，我的确用公义的正手扶持你。咱过来看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3章第50至第16节。希伯来书13章第5节，因为上帝有讲，我决断无放弃你，决断无离开你，所以咱通好胆讲，主就是我的帮站，我无要惊吓，人要惩罚我奈何？情因带恁用上帝的道理传予恁的人，恁着赦念因，看因行罪的结局，来学因的信，基督。耶稣基督，今仔日共一样，直到代代。恁无得插杂逐样的教所先说的，因为心对稳定来坚固才是好，毋是对遐个食物，因为用功伫遐个物无利益。咱有这段服侍伫会务的。无通人食伊，因为精生的血，互祭司头带入圣所来赎罪，遐个精生的身躯就烧伫营外。所以耶稣因为要用家己的血，互百姓成圣，也要受苦伫城门外。安尼，咱要受着出营外来就近伊，受伊所受的能力，因为伫遐咱无久长伫下城，是找迄个将来的，所以就对耶稣常常用恶乐做献祭予上帝。这就是承认主名的喙唇所结的果子，独独行好甲伊三角，恁毋通袂记会记哩，因为这号的祭是上帝所欢喜的，是讲到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咱请庄牧师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真欢喜，上帝手引带咱今仔日有足特别的兄弟姊妹，就是咱伫云端顶悬的会友，几个家庭都来伫咱中间做礼拜。上帝的手看袂到。但是上帝手最奇妙的工作，今日咱做礼拜就是一个见证。上帝怎样引带咱，对无共款的所在，对无共款的背景，有人头一摆，今仔日伫咱中间一个叫做詹秀鸾太太，就是一个彩绘的妈妈今仔头一摆来甲咱做礼拜。愿上帝以时温祝福伫咱中间，各有与会的妹妹。预藏因全家咱等者才介绍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上帝，你是早伫的今仔伫的将来的永远伫的上帝。你堪得阮敬拜，你是真国我天顶的上帝。阮叫你做阿爸天父，你称阮做主你的囝儿。你对天顶存你的圣手来照顾保护阮兄弟姊妹。祝福阮亲像一个家庭，是一个大大兴旺，对衰微的中间得到扶持，对破碎的中间得到重建。主，你将你的真理甲话名放伫阮的中间。主，你甚至互即个教会稳定，会当长看关心，到伫无共款的所在，甲阮无共款无关系的人，因嘛平平伫你的稳定中间，甲阮做伙通过超越空间的即种的奇妙。做伙做礼拜，至圣的上帝，你伫天灵，你嘛伫阮中间。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要学到你的圣名，要想起上帝你的作为。阮感谢你，阮将阮的心门按你拍开，将阮的手按你伸出。准当你的囝儿按你伸出双手的时，求主你甲阮看，求主你甲阮抱，求主你甲阮扶持。
愿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你的手中，愿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要多谢今仔日的圣歌对吟这条400首，吼，400首亲像以色列人伫埃及400年，哦，一个真巧合，嘛是一个真美丽神秘的一个数字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兄弟姊妹，上帝的手甲咱牵做伙，真奇妙。咱今仔做礼拜，有人对三峡来，有人对南港来，有人对丰原来，哦，有人对北部来。愿天父上帝伊的手，将伊所甲咱准备天顶的恩典，伫今仔日这段时间赏赐予咱，有智慧，有恩典，有上帝伊所陪伴丰盛的听，耶稣的手。上帝的手是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分享的一个题目，我嘛要互咱一个功课。兄弟姊妹，伫你信耶稣了后，你感觉，你敢有经历到上帝的手伫你的一生中间，甲你牵、甲你扶、甲你引带？你若想到圣经内底咧讲上帝的手的时，你有甚物种会感动甲经验，马上就走出来。但牧师常常拢是咱教会第一个听我讲道的人，因为每一礼拜我拢会准备讲道，伫准备的讲道，我有足欢喜的新的感动，甲对圣经的解说。伫我甲陈牧师，阮咧运动的过程顶，伫咱的田花路咧行的时，我拢会开讲。所以陈牧师常常拢是第一个听到我讲道的人，伊拢会互我回应。我甲伊讲，即礼拜我读到一段圣经，足水的字讲到上帝的手。犹太人咧讲起上帝的手，伊安怎讲？我从来毋捌想讲有人会当讲到安尼解说圣经的。我就解说互陈牧师听。我讲上帝的手伫以色列人有一个代表的神秘数字，伊叫做44十。40这个神秘的数字，也是讲400这个神秘的数字。伫犹太人中间，那像密码，因若讲40，因就想到上帝的圣手。我问陈牧师讲，伫你的经验中间，你感觉上帝为着你做甚物？伊马上拢无想到甲我讲，上帝的手互我丰盛的活命，阿免吗？咱的喜乐兄弟姊妹，人个听真讲到遮尔认真，兄弟姊妹。你想看覓，你信主几年啊？你参加教会活动几年啊？伫你的一生中间，你才有经历到上帝的手伫你生命的引带。这是咱今仔日做礼拜了的家庭功课，兄弟姊妹，这是你的答案。你爱家己去想讲，对你古早到今仔日，为什么你要继续做基督徒？伫你做基督徒的人生中间，你个人。你的家族怎样经历着上帝的手？阁有圣经安怎讲上帝的手？伊做了什么种的代志？今仔日我要互咱10个提示，你会当伫遐勾选，讲这我有，这我有，这我有，这我有。我毋要互恁做伙安静去想，伫最后这个投影片，就是上帝的手会当做这几种的代志。兄弟姊妹。当然，牧师的答案无够完整，有可能有新的答案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伊的圣神，将伊家己的手报咱看。兄弟姊妹，如果若有一张手存伫你的面前，迄是上帝的手，你会看到啥？有真伟大的牧师伫2000年来中间，因大家目睭开，因就看到一张手。伊的手有2个，互钉受伤的痕，迄个耶稣的手。咱常常忽略，耶稣是为着咱钉死伫十字架顶悬。但是有真侪神秘的灵修安静的事，上帝圣神会甲咱讲起上帝手为着咱做什么种的代志。上帝疼咱到遮尔深，甚至愿意将伊手互人绑。然后钉伫十字架顶悬，伊的手就产生了看会到、摸会到。伫咱灵修的中间有一个神秘的灵修，叫做耶稣手上的5个伤痕。伊的骹手有2个，
伊的脚有两个，伊协的，伊咧讲上帝疼咱甲遮深，愿意为着咱受这个苦痛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亲自伊的圣神开你的目睭，看到耶稣的手怎样替你做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是牧师予咱的家庭作业，也就是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为着更较深来认捌上帝的手会当为你做什么。牧师要问恁讲，伫你过去的基督徒的人生的旅程，对你信主到今仔日，你怎样经历着上帝伫你人生中间的作为？到我这个回，我的回想足精彩。我才发现，我感觉讲，我对细汉到大汉，我拢感觉真侪时阵是偶然的一个直觉啊！我一个直觉的选择，我的人生就是安尼。后来哪想的时阵，我才感觉讲，其实伫我少年到今仔日，上帝不断用伊看袂到的手，用伊看袂到的形来对我讲话。所以我一生有真侪阶段。特别伫真重要的阶段，你问上帝讲：我何去何从？我将来会怎样的事？我的爸爸的上帝，我阿公的上帝，真正对我讲话，就正做今仔日徛伫恁面前的我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40是代表一个神圣的数字。有人40日来禁食祈祷，有个人伫山头顶悬40日甲上帝讲话。有人40日伫旷野，伫遐禁食祈祷，受魔鬼的攻击。有真侪40这个字代表足神圣，但是犹太人的老师列比，伊讲40毋是指真正的40日乘以24小时，其实40是形容一个神圣关键的时刻。伫人的人生中间有一种的关键的时刻，神圣的时刻。迄个时刻，上帝的手，甲伊的囝儿抱掉咧，保护掉咧，伊甲伊扶掉咧。40日对头到尾，上帝的手，甲因萨甲伫地。现在就是今仔日我的讲道的结论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伫你一生中间关键的时刻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需要你。这个40日代表我的一生，亲像3个阶段：40岁进前，40岁到80岁，80岁到120岁。主我一生说出有340年，这40年、40年、40年，主我要安怎过我的人生？兄弟姊妹，你敢捌想过？伫你一生中间关键的时刻，这个看袂到的上帝，伊当伸手保护你。我的家族有真侪故事，我捌甲恁讲过。我个人我嘛捌甲恁讲过，上帝手怎样引带我。咱的人生没有偶然的，有时候我们感觉讲，迄是一个直觉，还是讲错觉，然后你就安尼土法炼钢做一个选择，但是迄个选择就改变了你的一生。愿今仔日做礼拜所有兄弟姊妹，上帝拢有感动咱。互咱为着你的将来，为着你的人生做一个选择，迄个选择成做你一生最大的祝福，好唔好？兄弟姊妹，求就互咱。耶稣讲，求就互恁，找着、拄着，拍门就甲咱开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家族、咱的亲人、咱的囡仔。咱来经历讲，上帝对我细汉到大汉，对我大汉到我年老，甚至到我目睭渴，上帝啊，你何等疼我，我未堪得。但是上帝，你的手是老爸的手，是老母的手，要引带我。愿今仔这个礼拜，这条诗歌咱所吟第2条诗歌456首，伊讲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行前。我最爱这首诗歌。兄弟姊妹，你的心头若无定，你的人生若有惊吓，兄弟姊妹背这条圣诗，唱这条圣诗，用这条圣诗做你的祈祷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行前。唱到这煞，无煞啦，因这时间，兄弟姊妹，甲伊背起来。
伫咱的人生常常有时，我做咱的祈祷讲：主啊，你抱我，揽我条条，我是你的天公仔囝。我过去的人生检查真辛苦，即摆嘛还阁真辛苦，但是主，互我享受我最后的人生的旅程，是一个愈来愈甘甜的人生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仁爱那阴影压我，互我心安宁，互我灵魂安宁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稳当拢无烦恼，世间较有遮好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赞美的大能，俄勒就拄起心中的看路，俄勒就拍开天顶的门，俄勒就上帝的圣神就降临。伫一群敬畏上帝的人，伫一个敬拜上帝的礼拜堂，上帝伊家己亲自降临伫迄个所在，迄所在的人心头就得到安定。啊，这你相信安尼吗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是一个为着得当人唱歌的教会。愿咱的教会是一间门拍开的顶候，咱的厝边头尾来领受上帝的听的教会。上帝好顶奇妙，毋是干那伫得当。今仔日乔文带伊3个囡仔，昨就准备要过做今仔日的礼拜。今仔日张凤尧兄弟几啊摆，我会记得伊第一届甲我见面，第一句话甲我讲，我就是得当教会云端的会友。我头一届想讲，这个朋友，这个兄弟，开遮尔趣味甲我讲云端的会友。兄弟姊妹，我嘛有一间云端的教会呢。今仔日我要甲你讲的故事，今仔日讲到的内容，就是我有一间云端的神学院。伫几年前，因为我爱搜寻，因为我爱找答案，所以伫几年前无真巧合的中间，伫网络找到在耶路撒冷一间大学叫做希伯来大学。希伯来大学伫云端，就是疫情的中间，伊开拓一个叫做云端的课程，专门咧解说圣经的希伯来语内底。伊隐藏的奥秘，为什么牧师甲恁讲，上帝手伫犹太人的观念中间，伊甲伊看作是40一个密码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佫足济以色列的这个名，伫犹太人因的观念中间，以色列这个名翻译出来叫做上帝所听的人，有水无？因为以色列的希伯来语的字嘛，因为每一个字母，伫犹太人拢有一个代表的数字。因为犹太人无阿拉伯数字，恁会当想象无？咱来咧算钱，咱来咧算数，咱拢用阿拉伯数字有无？1加1等于2， 2加2等于4，咱有一个阿拉伯数字。犹太人无。犹太人伫4000年前开始使用这个古老的希伯来语，伊的字母。第1字到第10字，都代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所以有一寡人足无聊，读圣经搁咧算讲，这个字是啥物代表啥？所以因就读出来讲，上帝所听的人，这个字算斗起来，哇，拄啊甲以色列的这个名共数字啦，兄弟姊妹。这是咱不要读圣经，我嘛不要读圣经。上帝伫几年前，互我伫云端搜寻到这个云端的课程。上面因为无用，上面因为伊爱开钱，所以牧师无真正报名去读迄个学程。但是我有甲伊订阅，所以逐礼拜拢会寄一个短文来解说希伯来语。伊讲这个字，全世界除了阮犹太人以外，无人读有。这礼拜真巧，顶礼拜真巧，伊就写一个40这个字的这个数字的神秘意涵。我真好奇，我就甲读。也因为读这篇文章，我改变我今仔日的题目。我原本要甲恁讲的题目是“闲钱唔惊落土烂”。我要甲咱讲，我们的生命需要有韧性啊。台湾人是普命的民族，所以咱的时代，咱的长辈甲咱讲，闲钱唔惊落土烂。台湾人的命真论啊！200-400年来，无论什么人统治台湾，台湾永远活落去。我本地要甲恁讲这个题目，但是这礼拜我感觉我真爱甲恁分享讲上帝的手。
我祈祷，上帝的手顾恁的家庭，好不好？上帝的手顾恁的产业，好不好？上帝的手顾恁的婚姻，好不好？上帝的手照顾恁的囡仔，好不好？上帝的手照顾咱的教会，好不好？兄弟姊妹，咱就今仔日个礼拜，听会到，听袂到，听会了解，听袂了解，上帝拢通过圣神，通过牧师，通过无同款的方式对咱讲话。所以，咱的教会不但是一个云端的教会，牧师嘛有一个足快乐，就是我伫云端的神学院内底有真侪希伯来大学的老师，有当时也会甲点唔到，因为我有留资料在里面，我若点唔到，就表示讲点到一个课程。我点唔到，其实时间要看迄个资料，我无要甲参加个课程。竟然对以色列的敲电话，迄个网络电话甲我问讲：“你要报名吗？”我惊到要死，我甲听了这个教授，我就甲回信咧讲点错了啦。但是上帝足听我，伊知影我对圣经的认捌无够硬，也即我比恁较捌圣经，我毋是甲恁夸口，我对细汉到今仔日。我真爱读圣经。我讲这句话是要鼓励咱兄弟姊妹，爱认真读圣经，因为上帝圣经本身就是祝福，恁相信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伫咱的教会唤起爱读圣经的态度，唤起一种就是对上帝圣经不打折的尊重，要互上帝圣经就亲像光。带恁的家族，带咱的家族，会当脱离奴才的气质，脱离奴才命运，脱离最黑暗关系的捆绑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耶稣的手扶持咱，稳当拢无烦恼。今仔日我要跟咱讲两个祈祷，两个信息。第一个信息就是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需要你。这你若真正足够，你就会当免耶稣。但是你若感觉伫人生中间有为了你做袂来的代志，愈是咱做袂来，咱愈需要耶稣。你会记牧师捌安尼甲恁讲无？愈是咱做袂来时，愈爱安那祈祷，是毋是？兄弟姊妹，咱若足够，咱就免神啦；咱若足够，咱就免上帝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永远有咱的无够强，嘛毋是因为咱无够强才需要咱的上帝。是因为上帝要互咱知影，你是甚物人，我是甚物人，你的一生会怎样，你将来要怎样，你要安怎活？上帝嘛要互咱知影，讲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很有价值、很有尊严的人。上帝要互咱重新找回自己的自我的图像。第一个祈祷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你伸出你的手，试看卖，你甲上帝讲，上帝。我将我一生交予你，上帝，我需要你。这是第一个祈祷。愿天父上帝感动咱，这种的祈祷会改变你的一生。一个青年人若愿意将伊一生，亲像今仔日牧师甲恁讲，将你的生命摆上，你问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将来应该读什么样的科系？上帝，我将来应该爱做什么？上帝会回答你，虽然不会马上。但是上帝的灵会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给你灵感，灵感就是上帝圣神在咱的心中中间无形的带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个功课，牧师要邀请恁想看卖。当恁洗礼，当恁告别恁的信仰，当恁决定要做基督徒，一路行来，亲爱兄弟姊妹。你伫什么时间点看到上帝的作为？今日透早接到冯耀祥，伊甲我分享顶礼拜讲道的回应。伊讲牧师，你讲到耶稣主的声，上帝听到上帝的声音。伊讲我有同感，我伫某一个时刻中间，某一项代志的中间，我有一个感动，忽然伫迄个中间，迄个声音叫醒我了后，互我得到保守。冯耀祥，我甲你同款。一摆对德堂开车要出外，要对溪州遐去，到路口厝的巷仔口，忽然心中有一个感动，讲打刹车，小心巷仔口有人一定无咧看红车顶的，毋是听到呢，
就是到迄个所在，你看到都有一个感动。然后我真正踏刹车，刚才我踏刹车，因为迄日真正有一只车对巷仔顶安尼冲出来。遐个姊妹，咱的上帝看袂到，但是伊常常甲咱伫地。虽然咱毋知伊伫地，但是伊真正伫地。你若愿意，即个上帝伫你生命中间保守你，咱就有同款的故事，咱就有同款的经验。咱的人生减载是80年分2个40年，咱的人生减载120岁，会当分3个阶段，亲像摩西。每一个阶段都活得精彩，活得漂亮，活得有价值。摩西起头无了解讲伊的前半段迄2段有啥物了不起，但是摩西到后来80岁，伊才知影讲人生原来遮尔精彩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想，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做啥物作为？我无要一点一点解说，但是我要留这个投影片互咱，我嘛留伫后礼拜的周报，恁会当家翕相起来，家藏起来，伫网络顶悬看重播，恁会当知影。上帝的手做上少70项的代志，上帝要拯救你，上帝的手要收拾你，上帝的手要引带你，上帝的手要扶持你，上帝要甲你抱条条。上帝的手要掌管你的人生事、将来事、未来事。上帝要掌管咱的家庭，上帝要掌管咱的教会，上帝嘛要管教管理。一个教会若对了，上帝出手加事。耶稣无放点点，恁会记无？耶稣入耶路撒冷讲：你较会当用我天父的圣殿变做啥物？做成你的插手，上帝必然管理。上帝保护，上帝医治，上帝拆毁，上帝中建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手做真侪事，不止这70项。但是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你先将这10个放伫一边，你先祈祷，你甲上帝讲，求你重新互我看到伫我过去的人生中间，你伫什么时阵对我讲话？你要有你的答案。你要有你的见证，但牧师所讲的无伫遮啦。但牧师第一个拢无想着甲我讲，上帝手互我丰盛的活命，阿免嘛，阿免啊！是，我是一个好命囡仔，对细汉到今仔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所予咱的生命是真正丰盛的活命。耶稣讲，我来到世间，是为着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活命，我就是道路。兄弟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想今仔日圣经短短，说像遐歹势。我应该叫你读到第6节就好，啊，你读到16节，因为我写唔对伫周报顶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些牧师要用投影片，你看嘛，吐袂出来，因为我心内是想第6节，毋知是安怎较早，迄个我传到周报顶悬拍紧的，写到16节。所以我就目睭开起，紧听讲啊，说像伊所读的迄个第7节、第8节，你读到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上帝奇妙，不是幽默啦，吼！愿天父上帝常常甲咱讲话，今仔日的圣经对咱讲什么话？拄则我甲恁讲，伫希伯来大学云端的课程顶悬，伊每一礼拜拢会上少寄一个 email， 啊，迄个 email 常常甲咱讲。无论你是用什么种版本的圣经，你若是犹太人，你拢读无，因为咱读的圣经拢是翻译过的，特别是旧约。伊讲，阮犹太人的字，字中有字，意中有意。你听有迄意思无？这个文字的表面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伊背后有另外一个意思。40是一个数字。但40伫新约的圣经内底有一个字叫做上帝的时间，迄个字叫做 Kairos。全世界2次大战了后，有一个开罗会议，恁会记无？共音啦 ，Kairos 当然毋是咧讲开罗。上帝时间伫新约诶希腊文，伊的读音就是 Kairos。Kairos 会当翻译做契机。所以，捌有一个基督教的普世的会议中间写一篇共同的信仰告白，伊改号一个名叫做《契机宣言》，叫做 Kairos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
圣经是字中有字，话中有话，语中有语。那不是圣经网站无人读有，以话中有话中的话。牧师最重要受交托，就是无黑白解说圣经。圣经伊原本的意思是什么？牧师受一段时间私人院的训练，最重要就是要忠实于圣经的原始的翻译。但是我要甲咱圣人讲，就算至到我死，我嘛无法度100%对圣经完全奥秘都读透。兄弟姊妹，但是咱活伫这个时代，求就互咱找着拄着。就亲像我感觉讲，我无法度解说时，我就搜寻，但上帝就带我进到希伯来大学，也希伯来语研究学院。我给订阅了后，我的信箱电子信箱，逐礼拜我上少会当有一篇灵修的文章，足短，大概100字的英语单词。你讲无说，我不要读英语，你甲我讲迄没有帮助。你英语甲截取出来贴上去，你甲翻译，请翻译，伊就甲你翻译个，遐这方法的问题啦。你若有够骨力，你就会啦；咱若有够骨力，咱就得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拄则牧师甲咱讲，上帝手翻译做以色列的一个密码，叫做事实。这种翻译是这种的神秘的解经，用神秘性的解释圣经的方式，真少人用安尼解说。伊希伯来语叫做 gematria 这个字，这个字毋是英语，伊是对希伯来语直接解说出来。我无要甲你讲足深，所以当这种的方法，一礼拜伊甲我解说讲耶和华的手。当然遐你姊妹万家叫这个40这数字，甲恁绑掉咧。你先伫你的心中讲，主给你放手伫我的心头，主给你放手伫我的行程，主叫你用手抱我，主叫你放手伫我的心思意念，主当我的心情混乱，有真多无法度控制的情绪，主你放手伫我的情绪。现在这个是祷告。祷告跟你的动作、跟你的心思意念可以结合在一起。你若想到耶和华的手，你就相信讲，耶和华的手虽然迄个手是看袂到，但是伊会当做真多，我感觉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你若生气，你换手，你甲伊讲稍安勿躁。你心内若感觉足孤独，你甲伊换手讲，你是主所听的囝儿。上帝的手放伫你的心头，这是神话，但是这嘛是信仰。这你愿意安尼过你的信仰的生活吗？原来你主的面前，我要解说这个字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图表，我要真紧的跳过。我拄则甲恁讲过，希伯来的有22个字母，第一个字母甲第10个字母都代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这个字母伫中东地区，什么人开始用？叙利亚、黎巴嫩到迦南地，这个所在克沿海这个所在，这个民族古早叫做腓尼基，4000年前开始因着用这种的字母。后来以色列人通过遐字母做基础，去到埃及，佮融入埃及的文化，后来才变做犹太人因的古老的文字。所以第1字到第10字都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咱今日所读的这个关键的40字对来，圣经咧讲耶和华的手。犹太人因古早的文字没有母音，只有子音，所以牧师将伊的子音就用英文的字母给伊翻出来 ，YD YHWH，YD 叫做亚大，意思其实就手。后边迄个 YHWH， 伊无法度读音。因为犹太人唔敢读出来，但是伊读的音叫做亚威，亚威的意思就是上主，我的主啊，耶和华，亚威，佮另外一个翻译加上母音了后，会变做耶和华这个字。Y 等于5 ，D 等于6，W 等于5，H 等于10，W 等于4，H 等于10，加起来。
足无聊，靠人读圣经安尼读，这人大概时间伤济伤用啊，迄叫做犹太的拉比啦，啊嘛加在为因呢。咱有当时对圣经有当时咱会当读到足趣味的词汇。刚才我拄则甲你讲以色列 ，Israel， 以色列，你看迄个黄色那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子音，右的，迄个一点那个读右的音的字母，叫一个 W， 一个 L 安尼，这个字读 Israel， 伊加起来数字多541。我所爱的人，第一个叫做阿夏。你对这个黄色这个中，这个字，阿夏，这个字就是诗篇的第一个字，有福气的人，搁落去迄个字叫做阿哈，阿哈的圣经古语翻译叫做神爱的这个字，神所爱的人有福气了，也数字加起来嘛是541。所以犹太人读圣经读安尼两个斗做伙的时阵，伊讲原来上帝甲阮号名叫做以色列，原来伊背后就是咧讲你是我所听的囝儿啦。所以我们不是阿猫阿狗，你去去牧师捌一解讲道甲恁讲，你的名字不叫做阿猫，也不叫做阿狗，会记无？人的名足重要，伊代表伊的尊严。代表伊的身份，背后代表伊的许多人的祝福。所以，爱的姊妹们，咱今仔圣经毋是咧上课，是唤起咱敢认捌一项代志。圣经很奥秘，很有深度。圣经需要有人帮助。第一个帮助就是能够帮助你读书的牧者、牧师。第二就是伫你内面的。圣经的原创者就是圣灵，圣灵在你的内心，圣神比牧师更较会当帮助你读到圣经文字字中字，话中话，意中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第二，我要介绍40这个字，40这个字咧讲起人伫人生受苦的一个代表性的数字。有40年，有400年，伫圣经中间，恁就会当想到伫圣经中间有一寡故事。犹太人当因读到耶和华的手，伊甲算起来是40。后来因去回头去看圣经的故事，伊想到圣经的故事中间有甚物所在讲到40的故事。后来犹太人的列比才想到讲，我的阿祖，我的祖先摩西，伊捌40日啊！伫迄个山头顶悬，第一摆甲上帝见面，上帝讲：你的鞋垃圾脱起来，因为你所徛这个所在是圣洁之地。伫40天中间，摩西听上帝的话，上帝甲伊讲：我要差遣你倒去你的去讨访，去拯救你的同胞。你倒去法老王的面前，带你的同胞出埃及，出埃及记就是安尼开始。后来离开埃及了后，摩西搁一届伫西奈山，又搁40天，你会记无？这40天是安那？上帝甲伊讲真侪话，除了讲所有的来龙去脉。安怎创造天地，人会安怎？伊祖先那边来喊安怎？上帝伫40天来讲真侪因的故事，因的民族的故事。然后上帝用伊的镜头写10句话，迄10句话就是后来犹太人遵守的实践。40是代表人生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时刻。少年人，恁的第一个40年，对恁来讲是一生中间的足重要的开始。伫这40年，恁来认真做，认真学习，做好品格的教育。恁这40年要将来将做恁下半辈子后来的40年，有足大的影响。也即摆40年代表人生中间一个关键的时刻。如果咱将40甲耶和华的手放做伙，伊就产生一个真要紧的观念。伫你的人生所有的关键的时刻。关键的时刻，对头到尾，
上帝拢要用伊的手甲你扶咧。这你愿意你的一生是安尼吗？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不管40、400、20、30，伊拢代表上帝时间。当这个上帝要甲你扶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不要错失交臂，手唔通放开。雅各讲：我要抓条条，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就无放你离开。兄弟，你看圣经是毋是遮尔水？每一个圣经看做伙，拢有伊真特别的祝福甲启示。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甲我牵条条，主求你甲我牵条条。我的命运要改变，我的人生要改变。愿天父上帝甲你三甲地地，主，请你毋通互我的手放松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上帝的手甲你牵的，就毋通互你。这个文章讲，不要让上帝的恩典从你的指尖流失掉。一个足出名的英国的宰相，伊的名叫做 Thomas More， 伊有写一本册上下册，伊的册名叫做《乌托邦》。Thomas More 这个人最后伫国会，为着反对英国国王信用错误的决定，所以这宰相无甲国王妥协。后来国王就家己去天牢关伫监狱内底，国会甲伊审判。当时的历史记载讲，虽然国会议员是咧审判这个 Thomas More， 但是好亲就倒变过来。Thomas More 伫迄个国会顶悬，伊毋是咧审判国会，伊咧说服所有的国会的立法委员，因爱知影因所立的法是毋对的。Thomas More 伊写的《乌托邦》上册是写英国的腐败跟英国的弊病。也下册是写英国以期望当中可爱的国家，伊的祖国，伊的未来的盼望。伊伫监狱，国王调工叫伊的查某囝去甲伊考考。你甲恁爸讲，毋是甲恁爸爸讲啦吼。伊是宰相呢，我是国王呢，啊是伊讲，我讲谁算数？迄个国王是想要讲叫因查某囝去考考因爸爸，因爸爸。甲伊查某囝揽咧，甲伊讲：查某囝，你伸手，你碰水，你会将这水流伫你的手流偌久？伊的意思是讲，你将你的人生将你的活命，甲伊拉条条、碰碰掉咧。兄弟，咱敢会当无流吗？虽然咱用 SK2 吼，表面看起来可能是无流啦，哦。煮一寡什么泼酸啊，什么花啊，食咱会崩皮啦，你会无流啦。但是敢会当咱无流吗 ？Thomas More 是一个真有智慧、上帝赏赐英国的一个真要紧的政治家。伊最后上断头台，但是英国的历史讲，当时审判 Thomas More 这个遐国会议员，后来。什么人？军队托马斯莫的主张，这个人后来嘛死伫断头台。兄弟姊妹，信仰是安尼啦。咱有真了不起的前辈，咱有真伟大的历史，咱用足底的人生要过永远的人生，敢毋是安尼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甲主祷讲，主伫今仔日的两段圣经，两句的圣经。第一句，上帝讲：“我是你的上帝，我要用我的手扶持你。”阿门吗？一定爱背起来。上帝讲：“我是你的上帝。”就算做死，你死了后变做腐，我嘛是你的上帝。因为有一日我要互你的骨腐，火化的骨腐，有一日搁我变做搁真正搁活起来。有肉体、有身躯的活人，我是你的上帝，我要用我的手扶持你。兄弟，永远无惊吓，永远无绝望，因为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，甲咱三角地带。伊讲：我
决断无放杀你。兄弟，你相信这句话吗？你相信这句话吗？今仔日的圣经在旧约、新约讲一款，上帝的手决断无放杀咱。这就是今仔日圣经的主题，嘛是今仔日圣经真要紧的信息。愿耶和华的手扶持咱，愿耶稣的手扶持咱，愿伊甲咱撒个地地。这就是今仔日的诗篇，伊所予咱。所以第一个牧师邀请咱的信息，就是发出祈祷讲：主，我需要你，耶稣的手恳求你扶持我。我会当伫你的面前伸出双手。我虽然看袂到你，但是主，求你牵我的手，引带我。主，我需要你。兄弟姊妹，你的家庭需要耶稣。你若有耶稣，你的人生绝对精彩。咱若有耶稣，咱的人生绝对要无共款。当然，咱嘛会当放弃，做一个真平凡、得过且过、过一天算一天的人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你要为你的囡仔祈祷，唔是赚大钱、做大官，为你的囡仔当活出精彩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成就这种美妙奇妙的事。咱甲主讲：主，我的家族需要你。我感谢上帝，伫我的祖先、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这两边，拢真祝福我的家族。所以我伫我的时代，伫我的长辈，因过去信主的过程顶悬，我的太祖，我的爸爸这边的太祖，伫基后做生意，伊的故事，互基后教会甲留伫教会公布，用白话字写。伊讲，即个曾某某人，伊初来信主的时阵，伊讲土地公嘛拜，妈祖嘛拜，啥物嘛拜，耶稣嘛拜，拄来信主，啥物拢无清楚，伊逐项拢拜。我阿祖的故事竟然写伫台湾教会公布，用罗马字写，将近要700年前。但是后来写阮阿祖的即个故事，即个人，伊其实毋是看轻我阿祖，伊是咧讲后来即个人，伊做了基后教会一个长老，我竟然毋知阮阿祖捌做过长老。后来有一天，阮哥哥传即张教会公布的照相版给我。感谢上帝，伫阮的家族也毋知要信什么种神明的事，因为破病，人讲啊，你去互迄个外国牧师外国医生看啦，啊，你都长年寿拢袂好啊。啊，我阿祖真铁气，伊讲我家己咧做药材，啊，我家己开药，家己食都食袂好啊，遐牛，伊若我都甲我医好，阮全家信主啊，话一开出去，真正全家信主，因为伊去找即个西医食了，伊的病得了医治，照聘照行。所以，阮后来，阮的做庄稼的子孙真福气。线顶的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看袂到，但是咱的上帝是一个奇妙的上帝。伸出咱的手来领受。上帝讲：我无放杀你，我嘛无放杀你的子孙。我无放杀你，我嘛无放杀你的子孙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伊用伊公义的正手引导咱。为着伊的名，带咱行义的路，你会记无？圣经诗篇13篇讲，为着你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命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的腿，你的拐，安慰我。也即咱信主的人，实在福气。这有智慧的话，不但有智慧，阁有祝福。愿咱信，阁得着。伫你人生中间，世事若有拄着你的40年关键的时刻，伸出你的双手。你会记得牧师捌通过一个列比，希伯来人的列比解说讲，耶和华的手就是40年关键的时间。你甲上帝讲，我将我最紧张、最艰难的时刻，我无山通靠，无人通靠，独独只有上帝你做我的倚靠。主帮助咱，我要，阿门。我要紧紧地抓住你的手，兄弟姊妹，聪明的人选择聪明的事，聪明的人选择聪明的事，但是咱拢愚妄的人，
其实主要所讲是我经你，毋是你经我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福气收赐予咱，用伊的手扶持咱。第二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家庭功课，回想你信主的过程，一路行来，不是偶然。上帝伫你的人生生命中间，伊为着你做啥？但牧师讲，伊想使我丰盛的画面，颠覆了今天的讲道片。互所有的讲道片拢得到完全，丰盛的画面就是上帝手所做一切奇妙。兄弟姊妹，你的经历咧，也这你得到什么？愿你伫主的面前，你伸出你的双手，双手讲：主伊安尼讲，义人伊随风跋倒，伊也要规身躯扑落去，因为安那，当伊要跋倒的时，我的手要甲伊扶持。求天父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伊为你做工，为你的家庭做工，嘛为着咱的教会来做工。这10项，送互咱做提示，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礼拜了后，恁会当伫重播的影片顶悬截录这张相片，你就会当知影做你的参考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。是阮人类的瓦靠，阮伫你的面前，读你的话了后，阮的心火热，阮深深感觉你伫阮中间，恳求你对每一个人，收赐你的福气伫因的生命中。这是阮做礼拜的目的，也是阮做礼拜的脚步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用圣诗154首来应答上帝听，请起立用全手。
请坐，请咱准备心来奉献。咱首先来欢迎彩绘姐妈妈，好不？绿秀兰，我上伫咱中间吼，咱欢迎伊头一摆来咱教会做礼拜。彩绘是咱得等的查某囝吼，她们3个姐妹拢已经信主，咱真欢喜。因伫今年新春的时头一摆来教会做礼拜，吼咱。就安尼，常常因若倒来看妈妈的时，伊就会当甲博文兄吼，就伊个即个我送的竞赛吼，咱真欢喜因常常甲咱做伴。搁有咱的欢喜对三甲倒来甲咱做伙做礼拜的冯耀兄吼，实在真感动吼，真感动讲会当遐尼远的所在搁常常会开车落来甲咱做礼拜，吼，这是一个真奇妙的团契的感情，吼，上帝听甲咱三个弟弟，佮有彩文，吼，巧文啦，吼，生日，吼，伫这礼拜巧文是生日，很巧呢，你跟雨禾跟佩琴拢共这礼拜安尼，吼，想等一下咱甲巧文恁全家祷告安尼，吼，佮有就是玉慧姐，吼，伊嘛是住伫北部但是因。娘家是住伫KO，伊今仔甲伊妹妹玉长吼，个叶先生，因静荣吼，小女儿的名我袂记诶吼。上帝祝福你们全家吼，今日真欢喜。好，咱来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，愿主会听充满伫咱的人生。来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，求主用伊会听。充满伫咱的亲情、友情，甲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信仰会听。耶稣听你，耶
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进入光明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，因为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，你会听组织阮做伙做一伙。主，你会听特别，互阮的教会有一群足宝贝的兄弟姊妹，因住伫喜乐保院，因逐个月拢来德登教会，甲阮做伙做礼拜。主，阮真欢喜，伊是阮的大家庭中间你所听的囝儿的一部分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喜乐保院遮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祈祷，求伫你上帝你的慈爱。丰盛伫因的人生中间，就亲像阮伫顶顶礼拜所讲迄个挚爱，人间挚爱。使阮看见人无论是健康，无论是无健康，人无论是两者臃肿，听就互阮真做一个互相照顾，彼此完全。也伫即种的情景的中间，互阮更加明白什么是真实的听。主，因为你先听阮。因为你先听阮，所以阮才知影什么叫做彼此相听。至圣的天父上帝伫阮吟这条诗歌的时，有阮抑阁毋知影，伫因拄着艰难的老目屎，阮的兄弟姊妹，主你知，世事若有人伫因心中有看虑、有动荡、有因大头担袂起的事，主耶稣求你。透放因，因为你捌应阮讲，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你，你要互因得到安息。主，阮将破病心内看虑的，伫工作顶悬、伫经济顶悬拄着艰难的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求你施恩怜悯帮助因，互因看见今仔日，听见今仔日，上帝你的话，摇花你的手，无放杀因。主啊，愿你照顾阮的士大人，阮的教会年长的长辈，主定因年纪加添的时，主求你无减少因健康、舒适、轻松、平安甲喜乐。主，阮的士大人伫上帝你的疼惜的内底，因有尊严，有上帝你每一天的稳定，互因出入平安、身躯轻松、健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照顾。伫即个网络顶悬，甲阮做礼拜，世事若有人已经无方便到教会做礼拜，因伫因的客厅，倒伫因的眠床顶悬，甲阮做礼拜。主啊，你的天使伫伊的身躯边，将你对天人来因所需要各种的福分，拢放伫因的生命中。主，互即条诗歌，真做一个祈祷得到听见，也得到祝福的诗歌。阮伫你面同心祈祷，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做伙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。生日快乐！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李美杰，为着乔文，为着佩琴来祈祷。主，你是阮所倚靠，阮深信，阮所有一切的福分是对你所赏赐。主，阮用祈祷捧起阮生命的福杯，伫你的面前，阮恳求天父上帝你施恩赐福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施恩，或者生日所有阮的兄弟姊妹，因会当担着主你所赏赐稳定的滋味。主，互因伫过来一年365日，每一天拢甲主你同行。你的祝福甲因三甲彼得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照顾阿强、佩荣佮照顾正义、亚军佑成、安禄青青佮有彩珍、亚玲、亚瑟佮俊辉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，甲今仔日伫你圣殿中的李美杰、乔文杰甲佩琴。
主，你是阮夜目仰望的上帝，你是施恩惠，你无枉我保留你任何一项的好处。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伫这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金龙兄啊，甲迄个玉婵姐，恁的女儿今麦几年啊？要升国一，你敢有介意我替恁祈祷？恁敢愿意来头前啊？你们全家都来好啊！啊，牧师为他升国一祷告啊！对不起，牧师忘记你的名字，啊，我不下起来，你再告诉我你的名。大声一点，陈雨欣，好，耶稣爱你，祝福你，哈！玉婵姐跟金龙兄，咱来祈祷，哈！祝阮的查某囝雨欣要升国中，祝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阶段。这个囡仔是一个有智慧的囡仔，佮有好的个性品格。阮真欢喜伊头一摆来教会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伊将来的学成每一个阶段祈祷。求天父上帝，予雨欣伫你的稳定的中间，不但有智慧，阁有真漂亮的品格。伫个人生中间有正确的态度，互伊将来有各种的能力。主，你讲，若有你的圣心踮伫人的内底，人就带有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知识跟敬畏神的灵。主，阮求你祝福因，虽然因第一次到教会，阮特别求你祝福这个家庭，尽龙兄因的家庭。互因伫上帝你的祝福中间，因的生活、因的人生充满上帝你的稳定。祈祷我给他说圣名，阿门。上帝祝福你们，真欢迎恁来，好，真欢迎恁来。啊，咱来请苏回来报告，哦，咱请苏回来报告。这是我来报告，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。本周的聚会，后礼拜2咱是遐外礼拜，祈祷会拜3伫教堂伊线上8点，查经班拜6伫线上伫早时9点到下晡的7点半。圣经后山咱下礼拜是遐外礼拜，圣经讲的读经表咱照安尼灵修，具体交通，本年度的。遐个礼拜伫后礼拜伫台南新学院举行，咱7点45伫教会就要出发。第二本主日下晡3点，丰安教会采用伫团队就任丰安教会牧师欢迎参加。下晡2点15分伫教会出发，伫主的面前恭贺代祷。第三，咱为生日的人来代祷。奉献报告若有毋对，请咱为过节人员来更正。代祷的事项：第一，为身心欠安的兄弟来代祷；第二，为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以及升学的考试来祈祷；第三，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；第四，为出国的兄弟来代祷。这是咱来吟上用的圣诗511首。俄勒上帝至权至君，请咱起立吟全首，吟诗说，请总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主爱，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合伫地，
对这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且坐，默祷闭会。准时吼，后礼拜、下个礼拜，咱请咱有报名的兄弟一定要准时。